大家好，我係旺仔。今日係年尾，所以我要埋數，睇下間鋪頭賺幾多。首先，我要計算出賣咗啲貨嘅毛利，然後扣埋啲燈油火蠟，就會計到我賺幾多錢。毛利係由淨銷貨減去銷貨成本。簡單嚟講，就係將啲貨左手交右手所賺到嘅金額。譬如一隻鮑魚，我嚟貨90蚊，賣出去250蚊一隻，毛利咪係兩者相減，即係160蚊。至於銷貨成本，我冇理由下下記住，每次賣貨出單嗰陣時就計埋成本。咁我間南貨店唔係淨係賣一隻鮑魚噶嘛，我賣咁多種貨，成年嘅淨銷貨就係喺啲銷貨單裏面揾出嚟，當然要扣翻啲退貨。要計算淨銷貨，就要靠我嘅好幫手靜林姨姨，佢由阿爸嗰代已經喺度做會計噶啦。Hi，我當然知道有啲銷售系統可以做到，但係我南貨店未有呢啲咁先進嘅設備，所以我會以呢個公式計出嚟。假設期初存貨係170萬，今年賣咗550萬，再加埋買貨嗰陣時要俾嘅錢，通常都係運費，今年俾咗1萬蚊，所以貨倉應該有價值721萬嘅貨。但係年尾點貨嗰陣時，發現只係剩翻203萬蚊貨。如果唔係俾人偷咗，就應該賣晒出去，所以銷貨成本係518萬蚊。順便講一講，對於運費，如果係將啲貨由供應商運過嚟公司，稱為購貨運費；如果係送出去俾啲客，稱為銷貨運費。雖然兩者都係要我俾錢，購貨運費應該歸入買貨成本，而銷貨運費就係公司經營嘅費用。話說回來，如果我今年做咗900萬生意，即係毛利係382萬，所以貿易部分左手交右手賺咗382萬。跟住就開始計算真正落袋嘅淨利。淨利就係將毛利加入其他收益，即唔係我南貨貿易佬本業嘅收益，譬如利息收益，將部分貨倉租俾人嗰啲租金收益，跟住就係減費用，就係所謂嘅燈油火蠟。我會編製損益表用嚟揾出淨利，大致上格式就會係咁，寫上公司名稱，跟住報表嘅名稱損益表。我哋計緊20X8年度嘅淨利，所以要寫上截至20X8年12月31日止年度。為咗大家方便明白，所以我寫咗萬元，其實大家要正式寫翻個數字上去。首先分3大部分，主要業務出嘅毛利、其他收益同費用。所以3個金額要擺喺最右邊，出大數，不嬲都係先加後減，加完出小計。毛利係由淨銷貨減去銷貨成本。至於銷貨成本，頭先已經講咗，大家留意下格式。金額越靠左，係解釋啲數點計出嚟，而相應賬戶就會靠右寫。損益表係財務報表之一，有標準嘅格式作為溝通工具。考下大家，仲記唔記得喺損益表裏面係實賬戶定還是虛賬戶呢？大頭蝦唔記得嘅話，不妨撳下下面連結重溫一下。今年賺嘅錢就會進賬喺我嘅資本賬裏邊。你咪睇我好似賺好多啊，蝕錢嗰陣時都好肉痛。如果唔係毛利就係無損失，淨利就會變咗淨損失。編製財務報表，我梗係冇你哋咁叻啦。不過如果你真係想知嘅話，都可以撳下下面連結睇下靜林姨姨講解。記住訂閱我哋頻道，我會繼續努力經營好間南貨店，大家加油啊！搞掂企匯財，隨心學，隨心聽。